2024年最火的漫威电影有哪些？目前什么漫威电影最受欢迎？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，好看的漫威电影越来越多了。除了一些正在热映的漫威电影外，许多以前的经典漫威电影都值得一看。下面细说，小编就根据 CN10CNPP 大数据，为大家推荐2024年10大热门漫威电影排行榜，都是当下最受欢迎的漫威电影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漫威电影好看，直接参考这份人气漫威电影榜单随意看即可。以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。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是安东尼·罗素和乔·罗素执导的美国科幻电影，改编自美国漫威漫画《漫威电影宇宙》第22部影片，由小罗伯特·唐尼、克里斯·埃文斯、克里斯·海姆斯沃斯、马克·鲁法洛、斯嘉丽·约翰逊等主演，是漫威电影宇宙无限传奇系列的最终章，与美国队长3、内战、雷神3、诸神黄昏、复仇者联盟3、无限战争、蚁人2、黄蜂女现身以及惊奇队长承接。该片将于2019年4月2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，2019年4月26日在美国上映。银河护卫队3。银河护卫队3是漫威影业出品，华特迪士尼电影公司发行的科幻动作冒险电影，由克里斯·帕拉特、佐伊·索尔达纳主演。本片也将是银河护卫队电影系列的完结篇。该片于2023年5月5日在北美地区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。在失去卡魔拉的阴影中，星爵集结团队来保卫宇宙。他们面对一个棘手的任务，如果任务不成功，这可能意味着银河护卫队的终结。黑豹2。黑豹2，瓦坎达万岁又名黑豹2，是瑞恩·库格勒执导的科幻片，由莱蒂西亚·赖特·特诺切维尔塔、安吉拉·贝塞特主演，于2022年11月11日在美国上映，2023年2月7日在中国内地上映。在这部续集中，黑豹特查拉国王不幸去世后，苏瑞奥克耶拉马达王太后姆巴库为了保护瓦坎达而战，而瓦坎达人努力迎接他们的新篇章。他们必须在纳吉亚和罗斯探员的帮助下团结起来，为瓦坎达王国开辟新道路。黑豹。黑豹是由美国漫威影业公司出品的科幻动作电影，由瑞恩·库格勒执导，查德威克·博斯曼、迈克尔 ·B· 乔丹等主演。影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，故事背景承接于美国队长3，讲述了黑豹回到了瓦坎达担任国王。然而当过去的劲敌再次出现，他被卷入一场正邪大战当中的故事。该片于2018年2月16日在美国上映，2018年3月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。2019年荣获第9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、最佳艺术指导、最佳服装设计奖。蜘蛛侠：英雄无归。蜘蛛侠：英雄无归是由哥伦比亚影业公司、漫威影业联合出品，乔·沃茨执导，汤姆·赫兰德、赞达亚·科尔曼、本尼迪克特·康伯巴奇领衔主演，玛丽莎·托梅、本尼迪克特·王 J.K. 西蒙斯、查理·考克斯等人主演的动作科幻电影。该片承接蜘蛛侠：英雄远征，讲述了蜘蛛侠的生活因曝光身份而陷入混乱，甚至遭到了全世界民众的愤怒抗议。为改变这一切，蜘蛛侠前往寻求奇异博士的帮助，没料想多元宇宙打开后更大的危机也随之而来的故事。雷神3：诸神黄昏。雷神3：诸神黄昏是漫威影业出品的一部科幻兼奇幻动作电影，取材自漫威漫画《诸神黄昏》，是漫威电影宇宙的第17部电影，由塔伊加·维迪提执导，克里斯·海姆斯沃斯等主演，并于2017年11月3日在中国上映。该片讲述在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结尾飞走之后，雷神托尔终于听到了来自阿斯加德的麻烦。洛基一直假扮着他们失踪的父亲奥丁，但洛基治国相当懈怠，导致本被关押的海拉再度现身其复仇者联盟。复仇者联盟是漫威影业出品的一部科幻动作电影，取材自漫威漫画，是漫威电影宇宙的第6部电影，同时也是第1阶段的收官作品，由乔斯·维登执导，小罗伯特·唐尼、克里斯·埃文斯、克里斯·海姆斯沃斯、马克·鲁法洛、斯嘉丽·约翰逊、杰瑞米·雷纳和汤姆·希德勒斯顿联袂出演。影片于2012年5月5日在中国内地正式上映。影片讲述了神盾局指挥官尼克·福瑞为了对付雷神中被流放的洛基，积极奔走寻找最强者，在神盾局斡旋下将钢铁侠、美国队长、雷神托尔、绿巨人、黑寡妇和鹰眼侠6位超级英雄集结在一起，组成了复仇者联盟8。钢铁侠是由美国漫威电影
工作室出品的一部科幻冒险电影，改编自同名系列漫画，由乔恩·费如执导，小罗伯特·唐尼及格温妮斯·帕特洛、杰夫·布里吉斯等主演。该作也是漫威电影宇宙系列的首部电影。该片于2008年5月2日在美国上映。影片讲述了托尼·斯塔克在遇难后改进了盔甲的功能，化身钢铁侠，以一个义务警察的身份保护了这个世界和平的故事。获得的主要奖项有土星奖最佳科幻电影。9. 复仇者联盟3：无限战争。复仇者联盟3：无限战争是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的第3部，是漫威电影宇宙的第19部电影。该片由安东尼·罗素、乔·罗素执导，小罗伯特·唐尼、乔什·布洛林、克里斯·埃文斯、克里斯·海姆斯沃斯、斯嘉丽·约翰逊、马克·鲁法洛等主演，于2018年4月27日在美国上映，2018年5月11日在中国大陆上映。是银河护卫队。银河护卫队是漫威影业出品的一部科幻动作电影，取材自漫威漫画，是漫威电影宇宙的第10部电影，由迪士尼出品，漫威影业制作，詹姆斯·古恩执导，克里斯·帕拉特、范迪塞尔、布莱德利·库珀、佐伊·索尔达纳、戴夫·巴蒂斯塔、李佩斯等主演。影片于2014年8月1日在北美公映。影片剧情讲述因偷走神秘球体而被疯狂追杀的星爵彼得·奎尔被迫结盟4个格格不入的乌合之众：卡魔拉、火箭浣熊树人格鲁特和毁灭者德拉克斯。他们必须破釜沉舟，决一死战，才可能拯救整个银河系。